來到桃園龜山的飯樹里，有一個民眾佇門卡口咧整理盆栽的時陣，互一隻台灣山猴為後壁甲攻擊，佇腰身留下一個5公分的空喙，加在送病院了後無真要緊。高山仔拼勢咧走，為倒兵總過，甲在佇門口整理盆栽的民眾爬過來，後一秒。民眾是驚甲喊出聲，因為高山仔無緣無故為後壁攻擊，閣甲民眾的衫掠條條，真失控，一直咧叫。無過民眾大聲咧哀，高山仔好大膽嘛無放手，甚至佇咧犯案了後，假做無代誌就逃走。他是到那邊再用那個花。他就從這邊跑出來，就給咬。甲包廂部掀開一大片烏青，還閣真清楚，甚至還有長5公分的空喙。醫生是說會有那個細菌感染啊，真的就細菌，第2天就細菌感染，又再去清創。這是頭一次啦。無辜互高山仔攻擊，除了有皮肉傷，嘛留下心理創傷。現在出來就是會有恐懼感啊，要閃啊，會怕，每天都會下來。面對無講無打出現佇咧徛家附近的野生高山仔，民眾是真煩惱。附近的居民嘛，規巴都怨氣，因為高山仔唔來總入處理，閣會搶處理的機制，上無有6戶，10外居民受害。像我們那邊有種香蕉，他就會拔香蕉，然後他看到我們，他還是就這樣。他就屋頂會跑來跑去啊，一直跑，迄喙齒哈爾長，你看到你就驚死啊！事件發生在26桃園龜山的鳳樹里，受害民眾甲附近的居民是袂堪的忍，就向當地議員討救兵。會不會是因為猴王需要再尋覓更多的食物照大家庭，所以才導致有更多侵犯人和攻擊人？那我也有馬上通知桃園市政府農業局了。野生高山仔攻擊的事件接發生，嘛互民眾是真困擾。敢若希望農業局介入了後，會當有效來防止高壓電甲民眾攪擾，互居民一個平靜的家園。